讲有想象过，唔是假数字，也是在七彩五看同高温数目。肉毛虫儿童在学基金会创办人杨茂秀，为到推动社区看书嘅风气，创立在美国世界自由图书馆安尼嘅概念，也2年来推动已经有30人册嘅书箱嘅开放本民众拿走一本书，个并转去一本，安尼好书如是的流通。肉毛虫儿童在学基金会除了推动看书，还落实体推广儿童在学，培养成人的独立思考、讨论、分辨的能力。用描述各位用讲故的方式，本成人的了解事情没像错同唔错两种的，还有其他的可能性，只能会打开韩国多元、韩国客观的思考空间。艺术丰富的员工整体整理小小自由图书馆用书的素材，跟图书用到价位好，还有偏向外去研书来看。其实这边比较多小朋友会来，就我比较适合，就是可能就是那种绘图系列的、绘图本系列的，比较适合小朋友。对，所以我现在先调。咖啡糖度嘅食材，萝卜油桂面表标等书嘅书香，韩国有语文意思。一个小小自由图书馆对起嚟写书香嘅空态度桂面表，开放民众拿走一本书，用归一本书，希望也来做社区图书嘅高温点。不过条下嘛，能社区下边冇人敢来拿。开始有设这个书的时候，很多人他不敢拿。所以一开始的时候都要出来跟他们先做分享，这些书你们可以拿回去。那如果有你们喜欢的书，你们可以拿来这边做分享，一起分享这样子。小小自由图书馆爱同人分享书嘅概念，为提推动研报下。主要嘅人物係肉毛蟲兒童在學基金會嘅創辦人楊妙秀，而喺美國嘅看到社區導航，那就有書學本人唔是錢拿來看，每週得囤上愛本人看嘅書，用到高溫站行，安尼好書就會流通。楊妙秀出屯安尼嘅公民運動，才入到台東來。我對台灣做嘅事節啦。就有人讲吼，要按到圖書館、按到書店，讓我行到路順人做一個小嘅好多小小自由圖書館。本人俾人看，真重要；留俾人講，更加重要。就拿書嘅時節，都路順嚟講法，向下讀書。我是想，台灣做一做，也世界性嘅一個運動嚟呀。小小自由圖書館2年前開始推動到今，對15冊書箱增加到30人冊，各冊書箱就各有特色。621嘅書箱係點條架，自家用拆下來嘅重嘅文檔嘅，再個加微線來做代冊，看起來怪老實。點條架講，有係標書嘅書箱嘅，就看有書用意。可以擺一些書讓自己也可以看啊，也不是說只有客人或遊客可以看啊。你會看到很多不同觀點啊、不同時代啊、不同領域的書啊，都出現在一個小箱子裡面，什麼都有。那很隨機的，你不是很特定去找的。有時候就算是你真的都不懂的東西，你就拿起來翻一翻，我覺得還蠻好的。我们希望达到的效果就是它变成一个分享的平台，就是到最后呢，那个书箱的运作是民众跟那个书箱是共享的，所以是我们不需要再募书，就是取书的人，他到最后也会把书拿回来分享这样子。黑色的巴士到站，谁开车？乌鸦开车。唰，谁下車了？肉毛蟲兒童在學基金會除了推廣一套，韓國新聞嘅推動兒童在學，鼓勵成人呢愛多問多想，搭幫同朋友對話來發展討論韓國思考評論嘅能力。用辦咗一下來做兒童雜學，人嘅教育必備吼，實在冇注意成人嘅想法，係成人千會問題，人也冇留下嚟學習。成人係真簡單，佢問題，樣擺愛安尼，買一買個東西，
用要安尼，用要安尼，要乜个东西，真简单的问题，毋过佢得到的答案吼，大家人讲的无同样，机会七个以上也乜个意思咯。杨淼秀一定会讲故事、做情节，来触及各种角度的思考。而韩國講到，成年人靠實靠真接受問的問題，就會打破他人唔合理的思考，來提供本他人再個分享。細細叫做冇去信用，哎呀，有時我叫做喊佢是隔壁吧，叫做跌跌。有一班我是帶佢去散步，有一個日本嘅細細隻嘅一講，我就從小去看，伊講來看人朋友啊，佢講。媽媽在家煮雞腿，你看，佢就親啲太人做乜嘅？你要嫌佢，留佢做朋友，如果你要嫌佢識隔壁吧，其實只個呀地輩吼，本太人就想到這個，你教育本身從頭有個無接度好嘅素材，你教育地輩吼，從頭有安尼嘅情形，就是。問題問出來就一定要有答案，問題答案，從頭冇真正去談生意嚟講嘅話，乜嘅意思？他人本身下把咩講，唔知自己咪講乜嘅喎。誠實可靠的數據在山東有據參觀。40年來，楊淼秀落實推展兒童節學，未培養種子教師，唔單止啟發成年人愛用腦想問題，沒有他人頭等轉換觀念，從成年人用愛來思考。他的兒童哲學不是就是講一些奇怪的道理，就是講一些教科書上那些人說過的話，那些學者說過的話，他是用故事，然後來教小孩，來告訴小孩這樣。上老師的課程可以教導孩子們怎麼樣去獨立思考，是你會破除一般所謂的是或不是，你會想到會有很多很多的不同層面的想法，那也不會去局限小孩子的任何一個他回答的答案是對或者是不對。圖書館無天錯愛改太嘅建築，楊淼秀睇角度實小小自由圖書館，本民眾自家拿書來讀，揾書來看，等等按你嘅教案同分享，你學嘅到知識。注釋下記，如果沒有注釋，那說一張問題無天錯，爭一張答案。楊淼秀睇路卡睇教室，推薦兒童節學，培養成年人愛有自家思考嘅能力。韓國就愛睇真正的生活導航做到。哇，各式各樣的乘客全部都下車了。